周大福人壽為高端醫療客戶提供更多更全面嘅增值服務，增設咗中國內地治療支援，等客戶有更多選擇。陳先生係一位經常穿梭中國香港同埋澳門嘅商人，最近身體出現微妙狀況，佢嘅人生規劃師建議佢致電上日醫療熱線 Prime Champ 24小時護士專線，以獲得即時嘅專業意見。護士為佢提供咗香港同埋中國內地嘅醫療選擇。香港方面，周大福人壽同埋中大醫院、港怡醫院同埋香港浸信會醫院有緊密合作，提供一站式癌症支援，包括中醫治療、營養師建議等等。而家更成聯中國內地醫院推出海外一站式服務，喺收費、交通、手術、藥物等方面都為客戶提供適切嘅安排。而喺中國，周大福人壽醫療網絡擁有超過2000間醫院，部分更支援香港政府醫療券，為港人提供更多跨境醫療機會。最後，護士安排佢喺中國內地醫院腫瘤科專科門診求醫，由網絡中具教授級資歷嘅癌症專科醫生跟進，並為佢安排咗國內陪診及綠色 VIP 通道服務。確診後發現可能有淋巴瘤，需要進行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檢查。入院前，陳先生向客戶服務員提出第二醫療意見諮詢服務嘅要求。客戶服務團隊協助佢登入服務平台，上傳醫療報告，然後安排香港網絡醫生進行視像會議等等。聽取意見後，醫療團隊隨即為陳先生安排入院。醫療團隊建議佢喺中國內地醫療網絡當中選擇一間具備腫瘤科專科嘅3甲級醫院跟進。最終，陳先生選擇咗其中一間醫療中心，團隊亦即時為佢安排預先批核及直付服務，等佢無需支付住院費用，安心接受治療。陳先生返到香港後，希望由一位高質素嘅腫瘤科醫生跟進病情。我哋透過24小時熱線為佢建議咗一位上日醫療網絡中擁有超過20年經驗嘅腫瘤科專科醫生，等佢可以安心接受後續治療。如果想了解更多周大福人壽醫療增值服務嘅內容，而家網站更新咗醫療增值服務一覽，click 入去就可以見到唔同產品有啲咩增值服務，亦可以重溫返我哋之前嘅影片。